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迄天好朋友你知，阮知己的国情啊，我知来甲你名同一个公。伫咧北部广播界主持节目真出名阿国啊，对，迄个部我会去找伊坐，伊拄到节目啊，结果吼，伊咧骂同事啦，咧骂控音师，咱知影，报毋熟主持人坐伫报音间内底讲话，莫去猜咧，对面遐控音师，控音师咧甲你敲切大细声咧甲你报歌，老爸报音员拢知，伊咧骂控音师讲你哪遮大型？哇，即句大型，实在现主时社会咧讲。大型的甲小型的对比，咧讲 size 寸尺，毋是汉字都写无共哩。大型就是讲这个人大事机自作自端，简单讲身份极真悬。你真大型哦，无咧观前顾啊，无咧看场面哦。啊，到底是安那？阿国啊，真甲因这个控音师念讲头拄只歌手访问员，伊真出名，无毋对，阮2个行出来。讲起来，你工课都爱做，结果吼，敢若你一直牵对歌手身躯边去，讲我嘛足想要做歌星咧。啊，我问你，内底卖雇啥物人要收？内底主持人甲来宾，阮2个食水，迄2块杯啊，啥物人要捧出来洗？你的工课你毋做好，你真看目咧。哦，愈骂愈咸，即句看目。原来社会有咧流传，毋过字典查较无。看目，你敢若看嘛知，目睭看起来，无咧看场面嘛，比较大型啊，较严重。这现主是你有责任，你有你工课爱做，结果毋是哦。你敢若看到歌手安尼兴处处，这个工课、这个动作不应该，这无尽到你工作上的责任。毋过吼，咱做人客呢朋友，咱看到讲，咱去找主人家咧骂伊的同事，咱家己嘛起歹势啊。当然，国情啊，就踏出来做公亲咯。我讲讲兄，少年人你着爱甲教，毋通甲嫌。叫伊讲工课动作做较立接的就好。哦，立接这句话，原来社会有咧应用，毋过字典查无。立接简单讲，就是动作紧接快，动作较紧的或者立接。啊，讲兄，听我安尼讲才讲，好啦，人客都咧讲啊，国情啊叫你讲动作较立接的，内底杯啊去收的，莫去款的。连讲毋通看到歌星目睭就起烟黄，毋通干那为着要做歌手，正经工课拢无办，安尼毋好。来，国情啊坐，我3万的冠军茶泡出来请你，欢喜，这拢是社会流传，真艺术的台湾话，国情甲你探讨。